Hello， 大家好呀！清明节就快到了，趁着天气不错，出门去外婆家附近采点做青团的原料青和 metide。这个青应该就是嫩艾草，也许就是青团中的青。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，又只带颜色又只带原材料的。正面是翠绿色，反面有点发白，茎部有点发紫，形状长这样的就是青了。而这个 metide 就很有意思了。光听名字就知道了，学名叫鼠曲草，在宁波有些地方还叫它好呼女女。头上顶着鹅黄色绒球状的小花，茎上覆盖着一层细细密密的白色绒毛，长这样的就是 metide 了。而这两种植物都可以用来造青对。带回我们挑回来的各路野草们，接下来就到了处理的环节。今天的主角是这味青，主要用的是青的叶子，摘下来反复冲洗3遍以上，洗的时候就能闻到艾草独特的幽幽香味。metide也是一样，去掉标志性的小花，只用它的叶子，然后就把冲洗完的青放到锅里，再倒上半勺食用碱和3碗左右的水，就可以开火煮了。这里放食用碱的目的是为了让青软化，但是不能多放，多放就会变黑，煮到用手轻轻一捏就碎软的程度就可以了。捞出晾凉，再用剪刀把它们剪得碎一点，方便和面。这面粉的比例也很讲究，这里用的是2:1的糯米粉和精米粉，网络上也有其他不同的配方，看个人喜好，喜欢糯一点的就多一点糯米粉，喜欢弹一点的就多一点精米粉。把剪好的青倒进去揉搓，面粉太多了就加入之前煮青剩下的汤汁，用力揉搓成团，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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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变成了可爱的绿色小团团。然后就可以准备馅料。青团这个东西发展到现在可谓是万物皆可成馅儿，甜的咸的都可以，毕竟吃的就是一个口感和艾草的芬芳。外婆家还是用了传统的馅料，自家腌制的咸菜、时令的笋还有香菇，通通切成末，再放到油里煸一煸，也不用放什么调味料，毕竟谁能拒绝雪里红的鲜美呢？嘿嘿！最后就是包青团了，小小面团搓搓圆，中间捏空圈圈圆，塞满馅料果果圆，你看它像不像这个圆？江南地区可真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美味，看看这一个个青色小团子，我都写不出满分作文来夸他们了。隔着屏幕我都闻到清香的艾草味，啥都别说，上锅蒸就完事儿了。还是有些失败的，表面有些坑坑洼洼，不过这颜色还是蛮诱人的，油绿如玉，糯韧绵软，清香扑鼻，肥而不愚。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说的，倒也不差，关键还是这馅儿好吃。都说吃过青团才算过了春天，其实最牛的还是伟大的中华民族，路边的野草都敢做成团子吃。不要忘记1键3连，拜托了拜托了，我们下期见。